歡迎收睇今日天氣焦點。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華南。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，你應該要注意大風帶來嘅危險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，你應該要小心處理火種。現時溫17.3度。相對濕度44%，預測大致多雲，早晚清涼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非常乾燥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，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。展望明日早上仍然清涼，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逐漸回升，但陸地區夜溫差較大。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明兩日影響華南沿岸，各區早晚清涼，天氣乾燥。隨住季候風喺本周中期緩和，廣東沿岸天色好轉，氣溫逐漸回升，但內陸地區夜溫差較大。預料一道廣闊雲帶會喺接近周末為華南帶來幾陣雨。隨住該雲帶轉薄，周末期間該區天色較為明朗。今次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